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2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早起，台北市长蒋万安出席行政议会，针对宝灵地设的案件，希望中央会当启动下部会调查。台北市政府下晡要举行记者会，说明上届新的状况。这宝灵地设呢，唔那一间分店闹交报报着，到27暗时竟然搁伫咧开店做生意，这款违规情形真严重，上当会当罚到300万。另外，加上若种议员会当对这宝灵提起假扣押，台北市的法务局会当协助因。台北市卖素的餐厅宝林地设，若像食物中毒的事件，风波持续扩大。早起市长蒋万安临时改变行程，改做出席行政议会，甲中央发声协助加速检验，赶紧理清代志的真相，嘛希望中央启动下机关部会统筹调查。我们需要中央来协助的地方，包括实验室的量能够尽快的厘清事实真相。很希望中央可以跨机关、跨部会，来统筹调查。新北市长侯友宜嘛连续2天去病院探视受害者的家属，答应会协助理清真相。宝林这个案件目前已经造成2个人死亡，15个人受害。台北市府2调开记者会，卫生局查出宝林相关的分店马来西亚风味素食酒馆，因为闹交登记，下令停业的时阵去互闪过，一直到27还搁咧营业，会甲伊裁罚。今天早上的时候，我们发现他漏登了1间，裁罚多少钱？我们会再做一个综合的评估。那根据食安法，最高是300万。昨天他还是有营业。卫生局嘛公布，甲宝林共一间几个供应商，也就是南港中盘商、丰基食品行，供应商包拢总10间下游的店头，目前已经暂停供货。法务部嘛证实，宝林向国泰产险投保的产品责任险、甲公共意外险，因为无纳保费，保单拢已经失效，已经要求承保的远东百货、甲地下3楼大时代广场的国泰产险、新安东京产险。2天内说明承保理赔的范围，感受包括宝林的责任理赔。我们对宝林的偿债能力其实是画上一个很大的问号，所以如果这一次的事件可以落在远东跟大时代的公共意外责任险里面的范围内，那我就相信对于受难者家属会放下心中的大石。目前市府以一个社工甲一个律师协助受害者的家属，然后议员会当对宝林提起假扣押。律师费由市府来负担，社会局已经完成所有家属也有受害者的访视，嘛准备发放慰问金。原则上目前还在住院当中是6000，那已经死亡的部分先行是1万，其他县市以及诊所治疗的部分，我们只要能够取得联系的方式跟管道的话，也会持续的发放。警察局表示，治疗接到通报了后，就随派警察去现场扣押监视器，嘛约谈负责人等4个人，侦办的方向无排除是人为的因素。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宝林地设的风波，根据卫福部的统计，有14个人出问题，另外还有3个新北市民家己来通报。这17个人当中呢，已经有2个人过往啊。就立委批评讲，若准唔是这媒体压出来，这个人会放当作是个人的身体问题。批评卫福部针对无接看机的中毒类型，欠缺通报机制。但是，有专家表示讲，若准是美制品保存了无好势所产生的米加菌酸，目前是无度解毒的，而且这致死率有够细下。卖素的餐厅宝林地设食物中毒的风波持续扩大。台南市有一个50岁的女性，日晡去宝林餐厅食粿仔，迄暗就走饱甲吐，小便是低密色的。日时去台北市联医仁爱院区就医，因为拒绝院方带院的建议，转诊去台南就医。日内因为急性肝衰竭，入加护病房。住院之后呢，大概隔天就转入加护病房。因为在本院这时候，抽血的肝功能呢 ，GOT 呢是18000多。根据卫福部的统计，到日为止，全台湾累计有14个捌去宝林食饭了后，就身体无爽快。另外，还有3个新北市民家己通报的。这个事件已经造成2个人死亡。针对这点，有立委批评讲，民众敢若是去食一下饭就无命，若毋是媒体公开，民众还佫就是讲是个人健康的问题，实在是伤冤枉。批评卫福部对非典型中毒欠缺通报的机制。21号就送急诊的啦，对啦，对无？22号都迄个在 ICU 里面的了啦，而且那个第一例死亡的时候，是24号，但24号之前就很多个人都在医院，各个医院，全台湾各种医院嘛。卫福部27暗时紧急召开专家会议，有大部专家推测，若是米制品等等，因为保存无透冻产生真毒的米甲菌酸，目前并无解药，
死亡率有甲4成。乙硝氰酸带来的死亡率很高，我们的医学资料说死亡率在40%以上。然后而且比较麻烦是乙硝氰酸目前并没有解毒剂可以用。卫福部长史瑞元强调讲，台湾前到今毋捌发生过米镉困生中毒的案件，已经甲外国订标准品来对照甲检验，毋过嘛无排除是人为下毒，检调已经介入调查。也那行政院长陈建仁28日宴会表示，政府已经下令将参加鸡鸭食材的业者停业，而且同步查验食材供应商的产品。也那主食的调味料嘛纳入分析，后续中央会甲地方合作，量早来理清真相。记者综合报道。台北的宝林地色可能是这食品中毒案件，目前有2个人过往啊。也早起呢，这新北县树林地检署的检察官对死者验尸，其中一位姓卢的死者，伊的太太对送病院的急救过程有记录，无排除要告病院。也那台北地检署昨已经对姓李负责人，也个姓王店长姓王的刀子，依照涉嫌违反食安法、过失致死等罪嫌，甲这3个人限制出境。为了查清楚宝林地色2件死亡案件真正死亡原因，新北甲台北地检署检察官28对2个死者进行解判。66岁姓杨的死者家属伫板桥殡仪馆出现，解判结束了后，悲伤对外发言。非常的沉重，非常的悲痛。但我们相信，经过今天之后呢，检警、司法会同相关的专家机构，一定可以替我的父亲还有我们家属给我们一个交代。死者姓杨的查甫人是宝林地色第2个死亡案件，伊伫19去用餐，转厝了后闹30多届，隔天去诊所就医，21严重病欠肝送医，22肝指数欠悬到1万外，到尾因为腰子肝衰竭送入加护病房，目睭叶克膜，到尾也是伫27过身。第1件死亡个案是39岁姓李的查甫人，22去用餐，迄天暗时开始吐骨头，隔天送去新北联医3中院区治疗，24个转去台北马街病院，迄天因为白血性休克不治死亡。姓李死者家后是讲，除了对宝林地色提告，针对送医急救过程完有疑虑，无排除会告病院。希望台湾的检察机关、司法机关可以还给被害者的家属们一个公道。专案已经由台北地检署统一侦办，新北地检署解判了后，无方面对外说明。不过已经完整采集死者的血肉内脏这检体，送到法医研究所化验鉴定。取得检体以后啊，法务部法医研究所会会同疾管署，还有台大荣总的毒物检验中心啊，共同来查明死因。宝林地色鸡鸭供应商全面停业暂停供货，台北市卫生局嘛表示，包括酱料、料理包拢铁闸，无要互市民搁食到有风险的物件。记者综合报道。两化情势真敏感，这海军海防大队机动4中队去年底成军进驻花莲新城，也早起呢有4台泛蓝飞弹车队出现伫咧台东的海滨公园，引起民众注意。学者分析讲，海军可能进行测评，而且这海防大队有向2、向3泛蓝飞弹机动部署伫咧东部执行制海进步，反制东部外海的中国军舰，防止因对东部登陆。台东的海滨公园28早起有人看到泛蓝飞弹车队入来，4台拢已经甲发射架设好。射控雷达车伫边仔台面附近，还有全新武装的官兵警戒。海军海防大队机动泛蓝飞弹车队最近真接伫台东市区出入，外界解读海军可能伫进行测评，尤其海防大队机动4中队去年底成军进驻花莲新城，有配向2、向3飞弹火力强大，负责台湾华东海峡也加支援东南海峡的泛蓝任务。雄风2型反舰飞弹搭配超音速的雄风3型反舰飞弹，来对敌人的船舰进行反制。那么海锋大队未来的任务很可能就是会在台东还有就是甚至到更南边的，就是恒春半岛一带遂行这个巴士海峡的封锁任务。海防大队有高机动性，一旦快速变化阵地，增加战场转化率。学者分析，海防大队部署东部，反制中共军舰想要突破第一岛链，到西太平洋为东部环台。另外，国防部28发布查到共机20台共蓝8只持续伫侵扰，其中有4台超过海峡中线，进入咱西北空域。
上近离家人59海里，北部空隙另外有2台辅政机，西南空隙有9台强机离无人偏80海里，另外1台辅政机伫东部海域活动，强机绕台已经形成围台队形，引起关心。我个人并不认为它是一个包围的态势，那是因为如果你注意到时间，首先第一点，它是在不同的时间点在这些地区活动，所以它并不是一个同时包围的效果。那再者就是说，它的时间维度，如果你去注意每一个机型的活动的话，它时间维度也拉得很长。所以换句话说，你可以把它视为是一个不同的零星的活动，在不同的地区去出现。学者认为，中共国行军机绕台时间无同，演练封岛围台可能性较低。不过1台辅政机飞往东部外海，拄到海防大队测评，无排除目的是要侦查相关的情报资料。记者综合报道。中国的海事单位宣布，自一开始伫台湾海峡西边的这个水域，要执行联合巡航，巡查违法的船只。外界也伫咧烦恼讲，这两岸的执法船敢会发生严重的冲突呢？海委会主委关碧玲是强调，台湾的海巡会常态执法，该赶走的就该赶走。另外，有一名70岁民众过车去中国旅游，却出现心力衰竭等动症，落尾是透过国台办和两岸安会协助，27经过小三通，回来到台湾就医。金门红十字会人员真细致，甲倒伫两桥顶悬70岁姓吴的老阿伯，该公路船回上救护车就医。这个姓吴的阿伯月初去中国旅游，出现心脏衰竭等等的动症，家属甲金门红十字会求助，申请医疗紧急救援。伫国台办也有两岸安会协助之下，日前搭小三通的船帮回来台湾就医。去年从2月份开始重启小三通以后，就有19位申请了医疗紧急救护。那今年到今天为止就有8位。金门红十字会表示，去年小三通复航了后，目前累计有19件台胞治疗动症，透过小三通人道救援回来台湾就医。面对三不渔船海顶的风险，中国海事单位日前伫台湾海峡西边的水域展开联合巡航，插入水顶外航勇士、甲违法掠鱼啊等等。其中参与的中国海巡控一轮，是中国头一架有海事监管、甲救助功能的大型巡航救助船。金门协会认为讲，人道救援是好代志，不过两岸需要有沟通的管道。救难这个事情是无国界的，应该是会赞同这一个想法。一味的立场是乐观其成。我们这边的民众有发生什么状况，或者呢对岸乡亲有发生一些出海发生状况，基本上我觉得在人道救援的角度来讲，都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中国讲联合巡航是为了加强巡查海峡西边的通航环境，不过金门快艇并旗的案件还未结束。中国渔船佫真正出现伫苗栗、甲中华外海，海巡最近咧刷处理9只下过界的渔船海委会强调讲，咱国会常态性执法。就是常态性的执法，我们都依执法的 SOP 在进行哈。应该要驱离的会驱离，应该要登检的或者是扣留的，我们都依法行政。因若金门钓鱼的人失去联络，因为姓吴的查甫人有现役军人的身份，目前也互扣掉咧，无法度返来台湾。外界烦恼讲，恐惊会加做对方的人质外交。关碧玲讲，各部会会持续沟通，海巡嘛随时准备接人。记者综合报道。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情报开特种作战小组的主席伯格曼，昨带团访问台湾，而且行程机密无公开。也早起去到总统府拜会。伯格曼致辞时阵特别讲到，希望台美做伙发展海上战略，抵抗中国威胁。也若未来副总统萧美琴结束欧洲行程，回来到台湾，今早起除了和赖清德做会见访问团以外，也出席国际论坛。伊表示讲，未来伫咧外交事务，赖清德希望伊来发挥伊的外交专长。结束欧洲行回来台湾，中副总统萧美琴的第一个公开行程是受邀参加国际论坛开幕。在2个多月前，这个赖副总统曾经跟我在讨论未来我可能会面对的情境。他念了5、6个单位，会邀请你参加一些具有跟国际连结、具有知识性的论坛。萧美琴讲，前总统赖清德未来伫外交事务会互伊有发挥，亲像是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情报和特种作战小组的主席伯格曼，抗敌小组民主党首席议员诺格斯，和众议员潘尼达的下党派访团计调到台湾，特别除了基础总统嘛，和正副总统当选人大小会面。3亿美元的无偿军事融资，这对整个台湾的国家安全或是台海的和平稳定
都有莫大的贡献。非常期待未来台湾能够持续得到美国的支持跟合作。Taiwan is a key U.S. partner in the Indo-Pacific. This includes a strong Taiwan maritime strategy and how we can work together on shared goals to counter China on their increasingly aggressive actions in the region. 报告曼特别强调，希望台美做伙发展海上的战略，对抗中国威胁。毕竟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发布的特别报告内面认为讲，美国的安全和繁荣和防止全球战争的步伐顶悬，台湾是真重要。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最近第一摆和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通话时阵，嘛重视维护台海、南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记者综合报道。南投有一名50多岁查甫人讲，伊不满政府的政策，早起10点外就走去所谓发展部延平南路的办公室，向这大门开3枪，加在是无人受伤。嫌犯讲这枪是对网络买来的。目前警方也要追查伊的犯案动机，或者是敢有其他的共犯无？穿起白衫穿插的查甫人点点啊徛伫大厅，看到有查某人行入来，佮下手叫人离开。但后一步，这查甫人忽然间甲灯枪举起来。拿枪起来了。对准大门开始射，一个就看到火焰，砰一声，玻璃已经碎甲规头壳。代志发生伫个28早起10点外，查甫人是一个小摆型，也穿着拢入来所谓发展部，伫1楼大厅大细声，佮上阵监视器看板含大厅连续开3枪，但是犯了后伊嘛无拍算逃走，老神在在甲头毛咧，互警方逮捕。在落地犯进前，伊就伫个面册预告讲，家己毋是死就是关，敢若行动早就有预苗。规篇大文拢伫批评执政党的政策。即摆经数位部动手，伊嘛向警方强称讲，是不满数位部乌白开钱。犯罪动机还有使用的枪支来源我们分局将进一步的进行侦查，是不是具有特殊的政治背景或不满唐部长的任何的施政范围的作为的部分，那我们还要再进一步的调查。这个涉案50几岁姓张的查甫人，过去受监考捌坐监，出狱了后是咧做旅游业，伫南投经营民宿。伊讲是中国游客无法度来台湾，互伊的生活变甲真困难，因为外壁民反，伊才会塞车来北部开枪。大声高喊他是反政府人士，然后他本来想要上到2楼的办公室，但因为我们的警卫同仁有立刻通报，各楼的门是把它关起来。犯罪工具踩到几刀啊！警方对伊的身躯顶找到散弹枪1支，含改造手枪1支，枪支是超过20粒。作案的枪支是对倒来的，虽然伊讲是真侪年前伫网络看到广告买的，但是警方是无啥相信会继续去追查，嘛要厘清讲敢有共犯。若要专案是照枪炮含恐吓公众才罪嫌以上。记者综合报道。新竹市大学路51巷是去到科学园区其中的一条路，19早起煞是塞车塞3点钟。本来抓准是树仔倒去，落尾竟然是这树仔倒去缀到一个骑奥多巴的查甫民众，伊人爬起来了后，佮互电火条仔缀到，送病院抢救油管救无回来。目前家属也打算要提出国赔。桥下骹的路段车真多，这是新竹市大学路51巷，嘛是要去竹科一定会经过其中一条路。结果19上班时间，因为有路边的树仔倒去，造成迄天塞车3点钟。但是后壁煞阁发现讲，这其实毋若只是单纯的路树仔倒去的事件尔。路树压倒下来，但是却不知道当天竟然因为新竹市政府还有高工局的疏失，而导致于有一位女骑士因为路树倒塌而身亡。如果这个程序要等太久的话，那他们可能会进行两方都提告。等来看19早起，一个查某骑奥多巴经过这个路段，结果路边的树仔倒去，伊互缀条，真无简单才骑起来，煞阁互电火条仔缀一个倒去。规个事件是影响3台汽机车，这个骑奥多巴的送医急救几工了后死亡。家属事后发问讲，规个事件是互一个火仔因为安尼破嘴啊，但是我们高工局煞伫遐互相在杀责任，因言语要提出国赔。它目前的地主是属于高工局的部分，那我们也把相关一些资料给相关的单位，那也厘清后续的各方面一个责任。第一线的来听取家属们对于这个案件的一些心声，希望他们可以尽快的来厘清相关的责任归属。我也非常的希望能够尽快来帮家属进行这个相关的赔偿事宜的申请。但是这一件事情的程序上，我们也是尽力的全力来配合新竹地检署的调查。
目前伫现场嘛是会当看到一寡长期的树枝，因为这个路段路边的树啊是新德市政府也是高公桥在管的，但是两个单位的见解无同。高雄安讲已经把资料交予检方，希望较紧来厘清责任的归属。若是新德市政府需要赔偿，嘛绝对袂闪避，会全力来配合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刑事局和北检等单位抓到一桩运送毒品案，有乌道背景的姓寇主嫌对荷兰运送3级毒品开他命令来到台湾，伊佫把这毒品透水滴伫咧外面的保养品罐仔内面，想要讲安尼死会当闪过追查。目前警方已经抓到5个人，依照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依法发办。航空包裹放伫刹车顶，会当看到内底有干仔装物，拆箱了后，原件甲一罐仔一罐化妆水放伫涂骹，一罐仔一罐清点。是419.6。规道出名品牌化妆水，刑事局去年4月接到关务署通报，有2件为荷兰来科技包裹，内底全部是化妆水。检验了后，却发现是真罕见的液态 K 他命，随顺线追查，抓到有乌道背景姓寇的主嫌。主嫌为黑帮帮派分子，许姓男子。遂规划部署勤务，并将许贤查缉到案后，循线得知，该集团另有安排于112年7月中旬，将再次运输一批。根据了解，主嫌先提供假的资料地址予境外毒源，安排为荷兰出货，再佫将 K 他命转做液态假做化妆水，分几落届寄来国内指定社区。主嫌再佫委托唔知影的一般送货员去提货，送去指定的地址来先追查。运来台湾之后的话，要经过高温煮沸、蒸发之后，才能取得这个粉状的 K 他命毒品。警方分做2届，拢总查到140罐液态的 K 他命，市价差不多400至500万。涉案的5人依照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姓寇的主嫌目前已经裁定收押禁见。记者综合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这新闻，讲到法国巴黎奥运7月就要开始啊！比赛期间上届重要的盛会，确定放伫咧卢浮宫头前的道路丽花园，而且是由 LV 来做奥运奖牌的电视箱啊！讲到这时间是愈晚近奥运，风景是愈来愈歹定，当然介绍下伊是一直称冠。卢浮宫博物馆头前的杜乐蒂花园人潮来来去去。今年7月26登场的第33届夏季奥运，特别伫法国巴黎展开。比赛期间上重要的盛会安置地点，原本一度讲要装伫有名景点埃菲尔铁塔，也是卢浮宫。暂时消息人士透露，会放伫卢浮宫头前的杜乐蒂花园，若规工有维安警官执勤保护，袂当互一般民众看到盛会。Ça vient de changer parce que la Tour Eiffel tout le temps, enfin c'est le cliché parisien. Il faut aussi voir d'autres choses, quoi. Il y a Montmartre, il y a les Tuileries, il y a Luxembourg aussi. Enfin, il y a plein d'autres choses dans Paris, quoi. Donc ouais, en vrai, je trouve que c'est une bonne idée. 另外，这个主办单位佮找来时尚品牌 LV 路易威登，用品牌170档做行李箱的工艺，替奥运奖牌甲盛会花把做专门放伫的箱仔，替所有运动员祝贺奥运比赛最高的荣誉。Elle maintient quand même une médaille qui va faire 500 grammes, il me semble, donc qui a un poids conséquent. Il fallait trouver un système pour la bloquer à l'arrière. Et on a développé ce système de barrette qui va venir ici, qui va venir bloquer notre sangle et la positionner comme on le souhaite. 在这奥运开幕剩无偌久时间，当地比赛期间会有大批观众出现，在倒帮需求增加之下，和巴黎厝税起到强要4倍，有一个房间甚至开出1暗500欧元，差不多大票17000多块。Pour moi, tant que c'est pas des prix scandaleux à hauteur de 600 € la nuit et que ça amène pas à des abus, je pense que c'est à peu près OK。这个风潮和部分在巴黎有空厝的厝主准备挖库，甲房间租出去发一笔奥运财。而且在巴黎出现大批看比赛人潮的时阵，去其他的所在度假，撇开到时阵的人潮甲车潮。公司新闻台是同朋友。全世界8到8亿人口长期以来拢是摇巴倒的状态。不过联合国上届新的数据却显示，自2022年有10亿吨会当食的物件互弹掉，而且弹掉物件这款的情形，拢出现伫咧好业也有产车的国家。致使着这弱势族群无物件通好食，搁再造成环境的负担。
联合国最新粮食浪费指数报告指出，2022年全球长期饥饿人口将近8亿，暗国家庭甲企业单调超过11吨的食物，价值超过1兆美金，平均每人每年浪费79公斤的食物，而且浪费粮食产生的碳排放量是航空业的5倍。联合国就表示，粮食浪费的行为会当讲是全球悲剧，会对地球环境造成毁灭性的影响。28% of the world's agricultural areas used to produce food that is lost or wasted. Wasting food really leads to a waste of land that is precious, culturally significant, critical to ecosystem health and carbon sequestration. 数据指出，2022年家庭浪费的食物量超过6.3亿吨，占总体粮食浪费的60%。过来是餐厅甲旅馆，差不多2%。其中富裕国家的民众常常买伤济食物，致使食袂完。有一寡食物伫还未烂去进前，都因为超过保存期限爱断掉。产且国家是因为欠缺保存工具，食物较会伫个运输的过程变质，也是拍无去。Food waste is not just a rich country problem. It is absolutely a global problem. We only saw a 7 kilogram per capita per year difference between the average of those in each of those cases. 专家表示，政府应该甲生产商以及零售业者合作，甲食物送去弱势团体的手头。目前愈来愈侪案例显示，公司合作会当有效减少粮食浪费，对气候甲环境有正面的影响。公司新闻牛眼编译。经济部进前决议4月开始要起电钱，不过立法院国民党团和民众党团拍算要阻挡起电钱，摆入去明仔载议会讨论事项。民进党团是要求调野协商，等1个月后再过来讲。经济部处长陈文生表示，立法院若准决定袂当起电钱，就会继续补贴台电，但是呢，这电价也是价过成本，台电也会继续了钱。经济部电价费率审议会进行决议讲，4月开始电价平均的调幅差不多11%。立法院国民党团和民众党团分别拢提案讲卖起电钱，8月29的议会讨论事项。民进党团决定要反制，甲提案叫落来入去调野协商，等1个月冷冻期过才讲。因应国际的局势，我们必须涨电价。台电是不分蓝绿的，台电是国家的，那电费、电价，包括用电的永续经营，大家一起来承担。1个月之后才做协商，恐怕那个时候我们的整个调涨的这个政策就已经执行了。电价调涨呢是以它的牵涉的层面呢是非常的广的哈。国民党团认为讲要调电价应该公开透明、全民监督。民进党团指出讲，2015年立法院就决议要成立电价审议委员会，规定讲若要调整电价，拢要经过审议的机制。那电钱改互立法院决定，恐怕会加速台电的破产。电价的上涨是全球性的状况，不是台湾独有的。这一次的电价调整的是希望比较有能力负担用电也比较大的，减少它的补贴。那如果全部都动，那我们这一次的用意就无法发生。那这个亏损是累积在台电。希望社会各界能不分朝野党派，共同支持维系台电公司的正常营运，以及台湾能源的永续以及稳定的供给。政府会持续密切盘点检视，然后尽力确保民生物价不受大幅波动。经济部回应讲，尊重立委的提案，但是若立法院决议讲全部拢卖起，这电价继续比成本较低，了钱就要台电全部拢来吸收，咁合理就交予国会讨论和评断。记者综合报道。4月开始，电钱就要起啊！中南部本地就真烧热，就学生甲家长开始伫咧烦恼讲，未来学校敢为着要省电，就无爱开冷气，是因为学校的冷气这电钱呢是由教育部补助，用偌济电、用电时间拢有标准的。目前经济部是决议学校的电钱即摆袂起价。学生囡仔当咧教室上课，最近高雄天气渐渐转热，最近国小有的班级是开始吹冷气。即阵中南部已经有悬市气温超过30度，有家长会烦恼，南部的天气本地就烧热，但是4月电钱起价，学校敢会为着省钱无要开冷气，惊囡仔会热着，要家长有无共看法？我感觉囡仔嘛莫过了伤舒适，因为你若伤舒适，到时阵伊电脑袂惯势。安尼个热天要到啊！气温悬，囡仔较会躁动，也是讲囡仔体质有诶袂堪热，所以伊会影响到囡仔诶学习。
教育部为111年推动班班有冷气，补助学校4个月冷气钱甲维护费。为今年开始，补助金额提悬到1度3.7亿元。高雄市政府教育局为前年开始，补助日子特别增加到5个月，以高雄前金国小为例，学校会以气温做标准，鼓励老师超过28度才开冷气。后头把这个钱把分配给各班来使用，咱有一张卡，学校会把钱欠伫内底，各班就用这个钱来吹冷气。经济部电价汇率审议会决议，这届学校是伫电价无调整的范围之内。经济部已经决议，虽往4月份电池就会起价，不过未有定远到大专以后，拢无要起价。高雄市教育局表示讲，未来若是学校补助电池有无够的状况，会当向教育局来申请。记者张义辉、屈兆勇高雄报道。今年春雨的雨水量会当讲是无啥理想，对水库的帮助是真有限。目前全台湾水库欠水率大概是3成到8成，水利署已经把土地表还有台中的水情灯号调做青灯，提醒民众用水一定要准时挂。目前全台湾欠水率第1的翡翠水库虽然同款无落雨，不过也是会当斗3工，就这石门水库按说会当提供到6月底。你远远啊看翡翠水库，原水为170公尺，二倍水位嘛是有到160.3公尺。今年受到春雨较少的影响，集水区的降雨量减半，创营运以来第3可观的纪录。不过翡翠水库的脱水率嘛是有7成7这么悬，供应台北市各区的用水是无问题。3月开始，逐工对早起10点放水到半暝无就透早，186万吨原水，稳定北部各县市民生供水。可以间接的舒缓这个石门水库的一个供水压力，也使得这个石门水库能够有余裕，能够往南满足这个供水。那另外也稳定了科学园区的所需的用水。翡翠水库支援的石门水库水位是1度降，目前的脱水率是敢若剩3成左右。全台水库是加减受到春雨无够的影响，脱水率差不多3成到8成。水利署已经先把土地苗和台中的水情灯号调整到提醒的青灯，好让大家欠得用水。而且预估未来3个月降雨同款有限，必须要超前部署。目前的整个台湾地区的水情非常正常，各个水库都蓄有3个月以上的公共用水、抗旱水井以及这个移动式的 RO 净水设备，我们都已经准备妥当。全台湾脱水率第1的翡翠水库，虽然讲同款嘛要面对降雨无理想的问题，但是管理局严格管控、调整放水，才会当一直维持伫要满水位的状态。今年已经支援供水超过80天，等于是完做6个佳人新山水库的水量，到6月底拢无问题。会管局讲，配合中央调度供水，逐工替市库是增加超过100万，今年累积的收入已经超过7000万。记者综合报道。政府推出新青安的买厝贷款，帮助真侪人买到因人生当中的头一间厝。不过，根据着联联中心上届新的数据显示，去年全台湾20岁到35岁青年平均买厝贷款共借金额是862万，是有史以来上悬的。那这含2014年来比，一个人加280万左右。也若讲到台北市上届重大，一个人买厝贷款一个月就要纳超过5万块。伫内湖行政中心生活圈、我近瑞科、甲南港软体园区，附近还阁有湖源公园甲商学区。这个台北市民权东路6段是平29.34平，3房2厅，一个浴缸一个2台公寓。因为计算合理，最近城北就上班族来看厝。公寓我们所谓常讲的就是10坪制啦。那像我们这间3个房间的话，以现在2+1的人口来说是相当的足够的。那再加上旁边又有学区学校，那小孩子走路上学也很方便。过来最近这几年，厝价呈现敢若起袂落的趋势。为了减轻民众买厝的压力，政府推出新青安优惠房贷，帮助少年头一届买厝的人会当完成因买厝的梦想。不过，联电中心上新的数据显示，全台湾20岁至35岁青年，2023年平均买厝牌贷款金额是862万，买厝贷款的压力创下历史新高。甲2014年来比，平均买厝贷款每一个人要加负担280多万。这几年其实产业的发达，非常多的园区也带动区域的价格哦。那在需求增加的情况之下呢，房价也会随之来看涨。那进一步观察青年买厝的能力，
除了湘北，出年5都青年买厝的人占的比例拢超过3成以上，其中高雄市青年买厝占的比例有到37.3%。若向东北部行，买厝贷款的压力是愈来愈大，青年买厝的能力嘛愈来愈低。尤其台北市，平均买厝便宜贷款有到1470万，推算一个月爱纳超过5万块。在薪水没有涨的状态下，那只好减少消费，就减少外食啊，减少吃大餐，甚至少看几场电影。中央银行日一宣布升息半码了后，台湾银行、土地银行等8大公股行库非政策性房贷利率，上紧在4月初2开始正式调升，调整的幅度大部分是0.125个百分点。以贷款1000万30年期，本息平均册来计算，每个月贷款负担增加631块，一年爱加纳7572块。现在合作金控银行按算4月15会甲房贷利率调到2.888%，是8大公股行库内底上悬的。记者综合报道。马来西亚属嘅航空公司亚洲航空顶礼拜才宣布开始卖台湾飞日本的3航线飞行机票，想未到昨暗开始呢，这飞台北飞日本成田的民众收到航班取消的通知。亚洲航空自备表示，因为因碰到民航监管的问题，会退钱给民众。即马有风声讲是航约出问题啊。面册还阁打台北到东京机票1888起跳，开航促销的活动图，暗过日期开始都陆续购买这条航线机票民众收到航班取消的通知。亚航顶礼拜才开记者会，宣布卖台北东京、高雄东京，一甲台北okinawa 3航线。即马宣布台北东京飞未成，旅客向无法度应变。被耍了吧？被耍了。对啊，应该是这样子。生气是必然的嘛？就说不值得啊。会觉得被骗了吗？少许吧。亚航第28中大面册大文，因为拄到突发而且未当控制的民航监管挑战，这个航线目前只好暂停。真遗憾，也是要通知所有购买台北东京航线机票的旅客，会用电子邮件联络，并通知批会当专业退费。亚航会室咧，佫表示会尽力协助退票的事项。消息一日出来，互旅客嘛甲变过，有人批评根本是诈骗集团，也有人发现顶礼拜亚航好进上都已经知影航线出问题，都甲台北东京的航线锁掉的。出名旅游布洛克布莱恩大文表示，亚航无法度用第5航权来开航台北到东京，是航约出问题。或者讲第5航权佫叫英伦航权是国际航空公司，因为付费对等飞行毋是某国的其他2个国家航班，是安怎飞未成，爱看亚航所在地的民航主管机关。第5航权的签署，它的概念就是从一个国家飞到另外一个国家之后，再从这个国家飞到第3个国家去。那因为这样子，所以它会牵扯到一些国家政府之间的航权谈判议题。不变形的购买呢，也要在你买机票的当下最好就先买了，因为你不知道航空公司会不会什么时候会去取消这个班机。旅游部落客建议已经买票规划行程的旅客，若是有投保旅游不免险，航班互人取消了后，爱看每一间合约伊的规定，伫一定的期间内购买替代航班，就会当申请理赔，也会当继续旅游行程。航空学者提醒民众，票价会反映出承载附加价值，买票时阵爱注意是毋是有航班取消，有关退改票的规范，才当医生应变规划。记者综合报道。台南鲜花的莲潭里，因为南区台南园区带动发展，互人叫做是台南上界好行的里。不过当地车路伤过下啊，规个里拢是为红线袂当停车。即马这大楼是愈起愈侪，地势车位是真恶找。地方是希望政府增加停车的空间，也这咧附近的定位区呢，也着爱好好规划。路边明明为红线，车主也是违规停落去。台南鲜花莲潭里，因为华南区人口愈来愈多，经过了解，莲潭里是早期都市计划新建的。地处大部分的车路，敢若有8米宽，连车道中央的分向嘛无法度画。即阵路下，若车搁顶掉咧。警消要救护，就真歹烧险车。地处3当前，全里就拢为红线，禁止临时停车。租客的影响比较大，因为租客毕竟房东没办法提供他那么多车位啊。嘉义的路都很大，为什么高雄路都很大？为什么台南这么小？从化区的话，理论上他又搞这样子，我就觉得有点，
我是较困扰的对啦。对，比较困扰就是。莲潭里户籍人口数6500多人，历来出租套房上无超过2000间，估算大约有2万人住在这。即卖全力为红线，家长接送囡仔嘛连带受影响。学校只好参警察局讨论，温准部分时段会当停。李长讲，虽然政府已经要起停车塔，不过下面要进驻店家，因惊到时压迫到原本的车位。因为它下面是规划商圈，有商店要进驻的，你外围的那个道路就是背面尔。背面的话，其实你生意上好，我嘛头壳疼；啊，你也无生意，我嘛头壳疼嘞。车一出来，而且路太小，变成所有的优点都会变成缺点去了。这个停车场透过立体化之后，会再增加300个的一个停车空间哦。这个对整个莲潭里周遭的地区，应该整个停车会有一个明显显著的一个供给的提升哦。交通局表示，停车大到时会平本正的停车位加3倍。另外，未来会参多法局合作，找适当的所在设停车场，初期先做平面型，买手需求若提升，就会改做立体化来改善停车的问题。记者上台南采访报道。咱人就是爱食较老、学较老，来看家己中部有社区呢，请老师来教时代，弄这莲花鼓。老师讲，这莲花鼓的声音真好听，也真好学。真这时代学无偌久，就拍甲真熟手，而且弄起来真有伴。用心美好，来准备开始。配合老师的指导，中部对乐谱的数字，一个音一个音豆豆啊讲，这个合作莲花鼓的乐器，毋但讲出来的声甲一般的鼓无同，而且讲的速度较慢，老大人来学，连面都学会响，愈拍会愈深刻，愈有成就感。所以哆来咪发嗦拉西啦，观音基音安尼。啊，讲好算无？好啦，好算啊，大家讲啊，讲严。太鼓就是伊讲出来的声，人讲的就是气势较好，啊节奏嘛较强，啊咱的空灵鼓伊较柔，啊有的中部伊其实较介柔，比较柔的音色。老师讲，这种莲花鼓讲出来的声音，会当互老大人的心情有平静的效果，而且鼓甲鼓池拢袂动，袂占空间。老大人透过练讲鼓，嘛会当互头壳双手拢加振动。这音乐是伫好。对咱的这个就这个脑较有这个灵活，所以讲呢，学歌较有迄个精神。好用去动伊遮个头壳的，咱来讲的左右脑，啊慢慢练习，啊伊练习的过程当中，伊嘛会当对这个家己产生咱讲的兴趣。长辈就讲，这个鼓轻轻啊讲，就好听的声，较袂惊去吵着别人。即马大家先用简单的鼓来练习，不过大家嘛有共同的目标，要豆豆啊学，目标是要讲出大家拢介意的望春风。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宜兰汉阳北管剧团的创团团长曾进在老师，伫2021年去做先啊。伊毋但是国宝级的艺术，也是北管音乐真有代表性的人物。曾老师牵教真侪学生培养真侪北管人才。台湾音乐馆也特别为着这8只交椅坐透透的曾进在老师出一本专册，记录伊的一生。今仔日也举办新册发表会。北管乐器热烈的气氛，唔但当摕来搬戏，伫民间的迎神、造就、松树等等的场合，嘛看会到。创立汉阳北管剧团的曾进在老师，2021年7月份过身，食到87岁。伊自10岁开始，就对阿爸伫戏班哪听哪学，啥物乐器拢会晓，互人学到伊是8只交椅坐透透的国宝级大师。记录曾进在老师一生的新册，伫拜四举行发表会，侪曾老师的学生拢有到位，嘛包括音乐制作人陈明忠，互人知影讲，伊会使伫伊生命中，伊要为什么伊要遐尼坚持，要甲北管留落来，伊精神传到阮即嘛，阮即嘛共阮教学生嘛是安尼。台湾音乐馆也表示，因有责任将台湾的音乐传承推广出去。这届才会出版这本册，将曾老师的一生记录落来。作者刘秀婷表示，出版这本册目的也希望政府会当伫教育方面加导出力。较早期会当建立相关的迄种的知识，相关的，你就算你一世人哦，你敢若会晓海两句的流水，安尼，这伫教育方面会当做的，就是。甲谱做好啊，互囡仔会当至少有一点印象，以后就有一个起点。啊无咱的物件会落足紧的哦。
刘秀婷表示，望政府投入更较侪资源，让囡仔自细汉开始接触，这个传统文化才有机会继续传承落去。伊嘛认为，不管伫什么款的领域，建立资料拢是一件真重要的代志。假使讲有心，任何人拢会当做一个记录者，做伙将这个珍贵却强要无去的传统文化传承落去。记者刘新武、谢桂林台北报道。台语是咱的宝，若准无人去讲是使人烦恼。根据着文化部2022年国家语言发展的报告，讲这30岁到39岁以下的族群，台语能力无论是听讲读写，拢无介好。立委张雅霖就指出，安尼要甲台语传承落去是真困难的代志。而且，若照国家语言整体发展方案，文化部应该伫咧2026年达成台语家庭5万户的目标。不过，到代也拢无定出台语家庭的认定办法和推广计划，伊伫咧接顺的时阵，就要求文化部爱伫咧3个月内提出计划。这袂头，有够厉害，就夹头啦，忘唔掉，赞！要推广母语，就要对教育和家庭做起。那照国家语言整体发展方案，文化部应该爱伫2026年达成台语家庭5万户的目标。也毋过文化部到达也无定出台语家庭的认定办法。民进党立委张雅霖拜三伫咧立法院委员会质询文化部长苏提的时，就要求文化部爱提出办法。因为你进前的目标已经定出来啊，你已经有讲要1万啊，所以你进前应该爱想好这个计算的一个方式。所以我想要知影讲，到时什么时阵会让阮知影讲。这个执行的成效目标，因为这个会以今年来做一个目标啦，把所谓的台语家庭学习型的、传承型的，对，要安怎认证，要安怎鼓励。根据文化部2022年国家语言发展的报告，30至39岁的少年家是台语能力明显降低的族群，要甲台语传福下一代嘛有困难。立委指出，要提升台语人口增加母语家庭是上紧的。文化部答应会伫3个月内提出台语家庭的认定办法和推广计划。另外，立委表示，根据母语团体的建议，应该照台语程度关系来分做团成家庭和合适家庭，有无共的奖励措施，嘛爱互团成家庭入去到社区带动台语社群的扩大。县市政府这个公告书的这个制度对吧？对啊，能够跟专业的台语团体的对接强化了。进入社区，我想这个是传承家庭哦。讲啊足好的人，会当加做的啦。对，阮会使甲伊要求无，因为即摆讲啊认证的，带较讲袂认证的。对，安尼才有法度较紧的啦。对啦。立委张雅霖嘛要求文化部爱伫1礼拜内提供推广台语的预算和成果评估。伊表示，毋但爱创造台语社群，文化部嘛爱加强影视资源的投资，提升大众对台语的兴趣，对各方面落手，才有法度提升台语人口。记者卢尚如、王兴忠台北报道。若真想要提升台语的人口，增加母语家庭是上紧的。立委要求文化部就要紧提出做法，像台语路协会有带一群母语家庭做伙共学，创造母语的环境。因表示讲，目前上界大的困境就是台语资源真少，拢爱靠家己。虽然教育部有委托各县市执行母语共学的补助计划，不过协会也指出讲，亲像台北市敢若开放学校申请，真正伫咧做母语共学的民间团体，也是母语家庭。拢无法度申请到补助。刚好摕去做围巾诶，敢有看到伊卖啊哩对？是啊。对啊。家长用台语读绘本，一定囡仔听甲真入迷。台语路协会表示，目前因伫北部已经有200多个台语家庭参与共学，为着要增加母语家庭鼓励共学，教育部有委托各县市执行亲子共学母语的计划。不过协会表示，这个补助实际上对母语家庭来讲，根本看会到，吃袂到。台北市敢若开放互学校会使去申请办理安尼活动，阮拢是爱靠家己的气力，吼家己招共学，家己找场所，啊甚至讲要找老师嘛是拢爱家己开资源去替囡仔创造台语的环境。协会理事长表示，这共学家庭爱开足侪气力来创造台语的环境，但是县市政府的补助办法实际上佫无法度直接帮助到母语共学家庭运作。有家长以家己的经验指出，比起学校的活动，也是肯定伊的囡仔颠倒在共学团愈自在，愿意讲台语的效果嘛较长远。毋望政府的资源爱用伫对的所在。因为进前我参加过这个共学，我就搁转来试看卖，结果来遮了伊。加足自然呢，台语的资源啊，台语的什么，其实拢喺政府的手头啊，系啊，伊会使做的代志是咱的几6倍。
政府提供补助的目的，就是希望母语会当传承落去。台语路协会希望讲，这个补助未来会使互民间团体也是母语家庭来申请，安尼台语共学才通有久长的运作。记者卢尚如、王兴忠台北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基隆到新竹对20度到26度，苗栗到云林对21度到30度，嘉义到屏东对21度到31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0度到28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5度到27度，还有未来3天的气象。第一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